咱感谢义诊哦，过来看咱台湾的变装风戏。内菲亚win前一站哦，得到美国罗普的变装风戏秀的冠军哦。今仔日伊嘛受到邀请去总统府表演。伊是后天讲哦，伊真感谢，就亲像是台湾妈妈的总统蔡英文，互伊会当做家己，嘛成长成今仔日的模样。 我也要再次恭喜我们尼菲亚获得卢保罗变装皇后秀的总冠军啊，融入了台湾的元素，惊艳了评审跟全世界的观众。然而，在华丽演出的背后，其实是一场反抗社会的歧视，反抗异样的眼光。我要谢谢各位皇后展现无所谓的美丽。 谢谢你栽培了我们台湾这个土地，保守我们的家园，让我可以成长到今天的样子。那我们因为有你的榜样，可以展现出我们的美貌，然后成长成美丽的样子。所以谢谢你这8年来的贡献，成为我们台湾的妈妈。 内菲亚伫个致辞的时是真感动哦，伊感谢总统蔡英文和台湾真做真济第一，亲像是推动台湾的婚姻平权，真做是头一个查某总统，伊嘛真多谢蔡英文哦，栽培这块土地，互伊成长，展现出上水的家己哦。蔡英文嘛真肯定内菲亚win伫世界比赛用台湾的元素来包装，互世界拢看到台湾哦。嘛感谢讲伊互台湾的少年人勇气，会敢勇敢来做家己。